香港北加州商會第42屆周年慈善晚宴，尋晚喺中半島舉行，表揚5位傑出人士對三藩市灣區作出嘅貢獻。星期五晚嘅周年慈善晚宴主題係香港達人壽，慶祝我們的全球社區。大概300位灣區商界同埋社區領袖齊聚。獲表揚嘅5位來自香港嘅卓越人士包括 Canson Ventures 嘅董事長方瑞賢博士、艾美獎得主兼知名電視主持人靳宇西、華美銀行董事長兼行政總裁吳建文、酒店業資深顧問黃麗華同埋知名廚師兼電視節目主持人甄文達。甄文達表示，美食係推廣香港精神嘅重要渠道。全世界人咧都係民以食為天，係嘛？美食無國界噶嘛，唔係話呢個係香港嘅嗰度。總之咧，香港咧有全世界嘅美食，全世界嗰啲名廚米芝蓮1、2、3星，香港都有嘅。所以我覺得咧係通過美食咧，就當美食嚟做美食外交。因為香港人好 resilient、好 creative、好 hardworking， 而且好即係好。香港人係有特別嘅特徵啊，所以我覺得我有好多I have a lot of trust。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張代晶亦都出席晚宴，強調香港同北加州建立更深厚聯繫嘅重要性。This evening is not only a time to reconnect and celebrat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to reaffirm 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the Hong Kong business community and fostering meaningful ties between Hong Kong and Northern California。我哋香港商會咧，就其中一個目的咧，就希望咧將呢啲精英能夠挖出嚟，能夠講故事，能夠做一個榜樣俾好多新嘅年輕人。商會現正積極擴大會員，尤其係推動學生參與，為新一代香港裔年輕人搭建更廣闊嘅發展平台。